Vincent，尋晚掂喎，12倍，俾啲唔知咪出咗呢條片落飛落到5點幾喎，都跑第3。唔好俾咁多人知㗎啦，搞到分薄晒啦。本身我個位置都有3點幾倍，直接冇減1倍，得翻1.8幾。條片出得太早啊！唔好意思，冇，下次臨開場前3分鐘先 send 出去啦。今晚咧啲波有冇靈感啊？今晚啲波咧就我唔怕去跌賠率嘅，因為我已經買咗。今晚嗱，咁啊大家中意可以少少地試下啦，唔好咁多啦。如果唔係馬會執笠㗎啦。使唔使猜燈謎啊？咁啊？咁啊唔使嘅，直接講出嚟唔驚嘅。好。就津巴布韋對呢隊貝寧，兩隊閪隊、垃圾隊，進攻足球點買呢？係啊，點買咧？主其他客其他有入球，咁呢，半場全場，如果半場呢，可以嚟個主其他呢，2500倍，大家唔使多，1000蚊就變250萬㗎啦。哇！如果多啲本退休都得喎。咁啊唔好咁多，1000蚊夠啦，因為佢哋兩隊閪隊未必入到咁多嘅，即係俾佢射咁啊，都未必射得入空籠。咁總入球7球冇得走啦。總入球7球啊，咁得55倍買嚟做乜鳩啊？有啲有錢仔可以咁買嘅。咁啊呢個全場主客和，咁啊主其他300倍，客其他85倍，1000蚊牛落去都有30萬同15萬嘅。用住先咯。唔係喎，屌你300萬啊！係啊，條數計錯咗啫，幾百萬啲，你用開幾百萬，濕碎啊！計錯數都正常。睇下先，過18千萬，1000倍嘅1000蚊嘅300倍，30萬同15萬啫。由得大家自己計啦。30萬就15萬啫，咁啊都唔夠買幾場馬嘅。不過少少地玩下啦，大家。好多謝。